希伯來書10:38節咁樣講到，上帝講，但係我嘅義人生到在信心裡面，係講佢退步愛唔合意對嘅，嗱，所以自家在上帝裡面，自家屬於義人，自家一切在信心裡面，自家生行呢個世間。就係信心裡面，自家冇退步，係講退步上帝唔合意。呢一個希伯來書10:35節一樣講自家啲，係講樣人自家就係揸滿自家嘅信心，唔好變hết自家嘅信心，因為到上帝嘅公價安排定人自家。嗱，係咪公價啊？當然第一都係講到自家得到永久嘅生命，然後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快樂，得到嘅喜樂。因為到呢啊，自家唔好變喺呢個信心，揸滿一啲退步，對於呢社會世間土節，誒唔係自家信心弱嘅工作困難嘅方面。自家行到要痛苦逼迫嘅方面，攏總明明自家信心弱，所以自家唔好退步，信心揸滿嚟，上帝合意嘅公價，嘅特獎定贈自家，阿門。